教育关为着要推广无人机的科技教育，举办无人机博览会。今年有展览，阁有设计比赛，做伙来看卖。家长带囡仔来体验无人机的操作，虽然唔是控制了真好，不过会当体验飞无人机，大家也是感觉真新鲜。家己馆举办2024无人机博览会，有展示上新的无人机，嘛，互民众体验。囡仔无算过啊，来算看卖，我感觉真好算啊，互伊体验一下安尼。无人机我们过讲袂歹，囡仔来看看，也可以帮助因多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感觉，这样子。无人机博览会当中，除了展示上新的无人机，产业界、政府甲教育界也透过论坛的方式讨论未来发展的目标。有业者就讲，为3年前到即马，台湾无人机的产业环境已经有真侪进步，嘛豆豆受到国际市场的注意。咱第一年来讲啊，其实是拄开始，然后足侪物件拢无的，第3年今年就是在开始咧做 AI 甲迄个传输，这两个部分，这是一个趋势。亚创中心是这个无人机这个研发中心，那所有的厂商其实把这里当做这是一个台湾的无人机橱窗哈。那全世界各地大概目前为止20几个不同的国家有到这边来做交流、参访、投资甚至采购等等哈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这届博览会当中，头届增加大学的无人机设计比赛，希望会当为各方面来加强无人机的科技教育。替无人机国家队培育更较侪在地人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